歡迎收睇黃金獵殺線，帶你直擊金市最血腥嘅獵殺過程。喂，各位，最近金價呢波跌得咁急，個市真係開始充斥住極度恐慌嘅情緒。又話全球央行聯手質低個價，到土耳其要清倉啲黃金儲備去保住里拉，甚至仲有人話俄羅斯同約旦都喺度瘋狂掟緊黃金，搞到好多人開始懷疑黃金呢個大牛市係咪已經完咗？甚至連最基本嘅升值邏輯都冧晒檔。但我今日要做嘅嘢好簡單，就係幫大家撥開呢層迷霧。因為真相啱啱相反，土耳其動用黃金儲備唔單止唔係利淡，反而喺呢啲極端環境下，再一次證明咗黃金終極避險資產嘅大佬地位。而大家見到所謂嘅黃金大屠殺，本質上根本唔係基本面出咗事，而係一場典型嘅流動性斬倉。講明先，呢條片所有內容純粹係我嘅市場觀察同邏輯推演，絕對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依家個市疊加咗地緣政治衝突同埋宏觀經濟嘅轉捩點，係一個典型嘅超高波動環境。如果你冇自己嘅交易邏輯同埋風管計劃，單憑一單新聞或者一條片就亂落決定，個市遲早會教訓你。記住一件事，保住本金永遠係交易嘅第一鐵律。只要個本仲喺度，你就永遠有翻身嘅一日。我哋先由土耳其講起，因為佢正正就係今次恐慌嘅源頭。彭博話，土耳其央行準備動用黃金儲備，甚至考慮喺倫敦做 Gold Swap， 即係黃金掉期交易，攞放喺英倫銀行嘅黃金去換外匯返嚟，用嚟頂住個匯價。但好多人漏咗一樣好關鍵嘅嘢，土耳其本身唔係普通嘅持金國，佢係過去10年全球掃貨掃得最勁嘅買家之一。截至2026年3月，佢哋嘅黃金儲備規模大約高達1350億美金。咁點解一個將黃金當做戰略底牌嘅國家會被逼到要拎出嚟用呢？真正嘅原因唔係出喺黃金身上，而係能源。隨住中東局勢升溫，油價由70蚊美金直上爆穿100蚊。對於差唔多完全靠進口能源嘅土耳其嚟講，呢樣嘢代表佢哋每日嘅能源賬單直接爆表，呢啲數全部要用美金結算，搞到佢哋啲外匯儲備極速燒礦，里拉狂跌，通脹更加係失控。依家土耳其嘅通脹率已經成 31.5%， 喺咁大壓力下，土耳其央行其實已經出盡法寶，掟美債、暴力加息，但都阻唔到資金瘋狂撤走同埋匯率崩盤。當所有傳統招數都冇用，最後先逼住要喐啲黃金。但呢度正正係市場最大嘅誤會，因為土耳其唔係喺度賣金，而係喺度按金。Gold Swap 嘅本質就好似你將啲資產攞去硬，換啲短期資金翻嚟周轉，即係話你唔夠 cash 嗰陣，你唔會將儲開嗰隻勞力士直接平放，而係攞去二叔公度當咗先，等鬆動啲再贖返。呢個分別非常之大，即係話土耳其並冇將啲黃金掟出市場增加供應，而係用黃金嘅信用去換取流動資金。再睇深一層，呢件事其實係話緊俾全球金融市場聽，當一個國家嘅貨幣信用破產，債券冇人信嗰陣，唯一仲可以換到美金嘅資產就係黃金。所以呢個絕對唔係利淡，而係對黃金作為終極抵押品地位嘅再一次確認。跟住我哋睇下另一個恐慌來源，即係話俄羅斯同其他國家掟黃金單嘢。冇錯，俄羅斯喺今年1月係賣咗大約9噸黃金，約旦同其他新興國家都有減持。但問題係，如果呢啲黃金真係大量倒落公開市場，金價一早應該插水式崩盤。但實際上我哋並冇見到呢種斷崖式暴跌，原因好簡單，呢啲貨好大機會已經透過場外交易，即係 OTC 直接俾人接晒。買家就係其他更有米、更有戰略需求嘅央行或者主權基金。世界黃金協會都講過，東南亞同拉美嘅央行一直喺度密儲緊黃金。呢樣嘢代表全球去美元化嘅大趨勢根本冇變過，只不過係啲貨轉咗手，短期等錢使嘅國家被迫放手，而長期資金就趁機入市執平貨。呢個本質上只係一場資產大洗牌，
絕對唔代表牛市完結。咁問題就返返去最核心嗰點，點解今波黃金會跌得咁急？答案其實好簡單，就係流動性擠壓。當油價急升，推高通脹預期，全球股債雙殺，啲高槓桿機構俾人 margin call 嗰陣，佢哋唔會第一時間走去賣啲難放嘅資產，而係會第一時間掟啲最容易套現而且已經賺緊錢嘅嘢。黃金正正就中晒呢啲條件，所以喺急需現金嘅壓力下就焗住俾人拋售。呢種情況喺2008年同2020年都發生過。當個市瘋狂搶美金嗰陣，黃金係會短暫插水，但只要流動性一恢復，黃金通常都係反彈得最鷹嗰個，因為佢抗通脹同避險嘅核心價值根本從來都冇變過。反到依家個市，隨住伊朗放風話霍爾木茲海峽會對非敵對國家開放，市場對斷油嘅恐慌即刻降溫，油價開始回落，流動性壓力亦都跟住鬆咗口氣。呢個就係點解近期金價會出現急速 V 型反彈嘅原因。從技術面睇，目前4400蚊美金已經重新企穩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短線止跌信號。而上面要到實嘅關鍵阻力位就喺4700蚊附近。如果可以爆得穿，個勢就有機會繼續上。但如果地緣政治又再升溫，推翻高個油價，流動性壓力再翻嚟，一旦4400蚊失守，大市就絕對有機會再試低位。最後我想提提大家，依家個市唔係鬥邊個睇得準，而係鬥邊個命長。喺呢種超高波動嘅市況下，最重要嘅唔係預測，而係紀律。千祈唔好高追低斬，控制好風險，用你輸得起嘅閒錢去玩，因為只有留低條命仔，你先有資格等下一次機會。你哋覺得今波反彈會直接爆穿4700，定係會落返去試4400？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點睇啦。如果你覺得今集真係幫你搞清楚金轉黃金背後嘅邏輯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黃金獵殺線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